向日即卖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6月2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上卷19章18到24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到16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待人。中文讲待人处事，或者是讲严以律己，宽对人较宽容基督徒的信仰会用这个原则是强调听人亲像家己，听人亲像厝边，甚至搁较进一步较严的讲，就爱听你的对着。要安怎来款待人？伫心理改变的中间，讲甲真清楚。咱得爱真心、真力、真意、真性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三亲像，就是爱听人亲像家己。这是基督教信仰待人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基础啦一个基础。就是讲，咱要要求别人是爱用要求家己的标准，毋是讲我会当对家己较好咧我会当找理由安怎对别人着爱要求100%安尼啦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14节的经文，耶稣基督安尼讲着法利赛人。伊讲恁遮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知影因为恁是伫人的面头前将天国的门关起来，家己无要入去，要入去的人恁无容允因入去。安尼人毋单单是新约中间的法利赛人，也是充满圣经历史中间所记载。亲像咱最近时常咧讲，扫罗王，伊家己做袂到甲上帝的要求，伊违背上帝的命令，佮要求大必都爱听伊的命令，来顺服伫伊的下面。甚至对伫这表现非常好的大必，来进行欺压，甚至想要甲杀用假冒要甲杀款待人，看起来扫罗王是毋知影要安怎款待人的人啦是伊为着家己的这个介意还是无来欺骗伊的囝伊介意讲无要杀大必，却是事实上利用伊的囝约拿单要诱拐大必出来，准备要来杀大必。这种咱咧讲要杀甲了这种的态度绝对毋是基督徒信仰用来对待人的基础，但是却存在伫逐时代，甚至真侪教会内底，包括咱周围的基督徒。正记日耶稣基督讲着法利赛人讲的话，伊讲恁这假冒伪善的文士甲法利赛人有知影恁将天国甲门关起来，家己无要去，嘛无互入去这是咱拄则已经讲着的。不但安尼，耶稣基督佮进一步讲着，恁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知影因为恁行入离海洋陆地，来引诱一个人入教，互伊入教，却互伊做地狱的囝，比恁搁较加倍。恁这青面带路的人有知影恁指着圣殿来咒诅，做无算是啥物？指着圣殿的咱的这个金来咒诅，伊就紧守。所以，因毋是敬拜上帝，是敬拜迄金啦23节耶稣佮讲着，恁这假冒伪善的文士甲
咱法利赛人有知会爱，因为恁将薄荷、花香庆在献1/10。法利赛较重要诶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却无要行。这搁较重要诶是恁应该行，遐嘛是毋通无行诶。恁这青面带路诶恁这糖恁着甲伊领出来，绿豆恁电得甲吞落去吼。讲到因诶行代志吼，是即种无有共款诶标准，无有一个好诶态度吼。所以咱知影台人款台人袂通是一个表面诶功夫，款台人必须爱对心内来做起，必须爱用听上帝诶标准来做。有一句话就是讲，当咱对待人无好诶时阵，所证明诶，毋是咱较敖，啊，毋是讲咱就较有气力比如讲，某一个教会，因为这网络诶这个聚会，甲别个教会联合做伙诶时阵，看你牧师几若礼拜才讲到一摆，来牧师讲，你离开因为阮无需要你啊。即种诶做法是证明咱有权柄嘛？当然毋是，是证明因无敬畏上帝，对上帝不善啦。更清楚讲，因就是得罪上帝。扫罗王就是安尼，会记得大卫有一摆诶机会，来杀这个咧困诶中间诶，这个扫罗王吼，这甲大卫啊吼无共款诶所在吼。这是大卫看到要杀伊诶扫罗王伫困，伊徛伫边啊，伊有机会来甲杀吼。大卫甲扫罗会无共款，是因为大卫心内底有上帝。伊讲：我诶主是耶和华诶高抹者，我伫耶和华面前袂使伸手来害伊，因为伊是耶和华诶受抹者。伊边诶遮诶士将吼，足受气诶，你有机会要甲杀安尼吼。这记载伫撒母耳上卷24章第6节。大卫非常敬畏耶和华上帝，伊用敬信的心来杀人，因此伊好款待扫罗王，因为伊讲伊是耶和华受膏抹，伊煞看重是上帝，毋是看重伊家己，毋是看重机会吼。伊用共款的标准来敬信，也用共款的标准来款待人，这是基督徒品格最基本的要求啦吼。有真侪基督徒，就亲像法利赛人共款，只有对家己好，还是讲用家己的标准。因认为讲吼，我着选民呢，然后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呢，我是法利赛人呢吼。有诶基督徒嘛，就会安尼讲，我是教会管理者呢，吼，教会奉献者呢，教会是阮的呢，吼，过来是毋是讲，也有人讲吼，免对这个牧师伤好啦，因为吼总有一天牧师会离开啦吼，有一种诶心态吼。时常听到一寡牧师人讲的分享，伊讲伫教会中间吼，牧师毋是教会会友的朋友啦吼，但是因彼此才是朋友吼，或者是讲有诶牧师甚至直接来倒一个定论讲吼，伫教会牧会是无朋友诶吼。如果这是教会的描写，是基督徒的号称，那安尼用大卫做标准的这个人格伫教会，可能就无存在吼，这是较可惜啦吼。哥林多后书第7章，咱看见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中间，伊还佫为着家己的服侍伫遐咧辩护。其实好咱亲像真
会当体会保罗的心情啦吼。即种诶代志，事实上一直拢存在，毋是家己保罗的时代，毋是伫甲耶稣诶法利赛人遐。保罗家己用即个牧者诶心声来提醒哥林多教会诶基督徒，应该互上帝来改变吼，爱上帝来改变。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讲，上帝用忧愁改变人的心，互人得救，毋是骄傲吼。这是无需要后悔，因为俗世的忧愁会互人死。恁去看上帝安怎来善用恁的忧愁，互恁这个急急为着家己来辩护，献出恁的义气来警醒吼。佮来有热心吼，佮忠心佮刑罚不义，伫各方面拢证明家己是谦卑吼，来努力啦，就是我用安尼来改变吼。所以我写即张批表明，恁伫上帝面头前对阮的热情是偌尼的深吼。保罗也摕到哥林多教会伫提多的服侍的中间。因伫迄个所在对提多的帮赞接待甲服侍，伊讲我现在是偌尼欢喜，因为我完全信任恁，所以有看见因的改变吼，有较紧的改变。但是伫今日经文第20节开始的时，咱看伊讲，保罗其实是为着家己的服侍伫迄个所在的辩护。再在经文讲，伊即马真欢喜。完全相信因，信任因，即种会忠心搁好的奴仆，不只应该爱表现伫服侍顶悬，吼，这是属基础的啦。比如讲成立讲我会当安怎做，伫即个 schedule 内底安怎排，着爱照安尼做，毋通凊彩找理由来提示，亲像迄个领1000的奴仆共款。咱搁较爱伫迄个款待人的顶悬来证明家己是听上帝，亲像耶稣基督要求门徒都爱安那彼此世甲精神共款。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记上卷19章18到24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2到16节。今天的主题是待人。中文说待人处事，也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基督徒信仰则强调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或是进一步的命令是说，要爱你的仇敌。这个更严格啊！如何的待人，在新的诫命里面，其实是说得非常清楚那个标准。你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主你的上帝，然后呢，第二个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是基督教信仰待人的基本要件，也是基础。马太福音23章13到14节的经文，耶稣基督这样提到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们自己不过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新约中的法利赛人，也充满在圣经的历史记载中。例如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这个扫罗王，他自己做不到上帝的要求顺服，他违抗上帝的命令，却要求大卫要听他的命令，臣服在他的下面。甚至对于这个表现非常好的这个大卫进行压迫，也甚至要杀害大卫。待人
这件事情在扫罗王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懂得如何待人的人。他甚至因为自己的喜好欺骗了自己的儿子，假意说不杀害大卫，却要利用他的儿子约拿单来诱拐大卫出现，预备要来杀害他。这种赶尽杀绝的人品，绝非基督教信仰用来对待人的基础，但却存在在各个时代、各个教会当中。包括我们周遭的基督徒们，请记得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说的话，我们前面说过了。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自己不进天国，也阻挡别人不能进去。不但如此，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耶稣又进一步说到：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然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更加倍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指的殿启示，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的殿中金子启示的，他就该遵守谨守啊。这个好像在讲说表面上是敬拜上帝的，事实上他是敬拜那个利益啊，或是说权柄啊。23节，耶稣基督又说到：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瞎眼领路的，虻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倒行逆施了哈。待人不可以只做表面功夫了哈，待人必须从内心做起，必须以如同爱上帝的标准来为之。换句话说，当我们待人不善，就证明了我们对上帝不善。也就是说，我们得罪了上帝，就像扫罗王一样。记得大卫有一次的机会，他可以杀掉一直在追杀他，然后在睡梦中的扫罗王他这样说了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自开始以来，他就一直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甚至他在跟歌利亚的对战当中，他以高举耶和华的名因此他用同样的标准也善待扫罗王，因为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用同样的标准来敬神，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待人，这是基督徒品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有许多基督徒则是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只有看重自己，善待自己，因为他们说我是选民，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是法利赛人同样也有基督徒这样认为说我们是教会的管理者，我们是教会的奉献者，教会是我的，牧师总是会离开。甚至听说在这个 pandemic 当中，有那种教会跟牧师说：“哎呀，我们因为联合只有几个礼拜才看你一次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了。”也时常听到一些牧师同工的分享，他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教会的人的朋友，
但是他们彼此才是朋友哈。或是有牧师直接下了定论说牧会没有朋友。如果这是教会的写照，如果这是教会基督徒的名号，那么大卫当标准的这种标准基督徒的人品，在教会里面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基督徒或是我们教会应该要好好反省、被提醒的哈。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还需要为自己的服事来辩护。保罗这样子对教会说：“请你们以宽大的胸怀容纳我们，我们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没有迫害谁，没有占过谁的便宜。”虽然后面保罗肯定哥林多教会，可是在开始他这样的辩护，其实还蛮能够体会保罗他的心境的哈。这样的事其实事实上一直都存在着。保罗以自己的牧者心声来提醒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应该被上帝改变。第4节他说：“上帝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如果我们把这个看第2节，你就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他们遇到的苦难之后，就被改变了。我们真的是不要等到这样的情形啊！但是这又不遭后悔的，可是属世的忧愁会使人死亡。你们看，上帝这样的善用了你们的忧愁，使你们急切的为自己辩护，而且显出义愤，又警惕，又热望，又忠心，又惩罚不义，在各方面你们都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因此我虽然写那一封信，但不是为了犯过错的人写的，也不是为了受亏负的人写的。相反的，我写那封信的目的，要表明你们在上帝面前对我们的热情是多么的深切。保罗又提到提多在哥林多教会的服事，他提到了教会基督徒对提多的帮助、接待和顺服。16节他说：“现在我多么高兴，因为我可以完全信任你们。现在可以完全信任你们。之前写那封信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改变之前，连保罗自己都要为自己辩护。”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一些服事的基础，那忠心又好的仆人，不只是在表现在这个服事上面，我们是说，至少忠心于所承诺的服事，比如说这个在行事历上面的安排呀，你答应的服事啊，千万不要随意找理由来推辞，就像那个领1000的仆人一样，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在待人的事情上面来证明自己是爱上帝的。记得大卫说的那一句话，也如同耶稣基督他要求他的门徒要学习彼此洗脚的精神一样，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待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跟标准。记得爱上帝，爱人。